瑞士一個垃圾膠袋竟然要成70蚊港紙，聽到呢個價錢係咪連垃圾都唔敢隨便抌呢？喺巴塞一個110 lit 嘅官方垃圾膠袋咧就要70蚊港幣，但係喺 Zurich 同樣嘅大細，只係需要45蚊港幣啫。點解差咁遠呢？因為瑞士每個 canton 有自己嘅規定，你住邊一區就決定咗你抌垃圾有幾貴。所以喺瑞士呢啲指定嘅官方垃圾膠袋係一啲香港冇嘅必要開支嚟㗎。咁如果啲人亂咁用普通膠袋抌垃圾又得唔得呢？都市傳說，瑞士係有垃圾警察㗎，垃圾警察會逐件垃圾咁樣拆，目的就係為咗揾到有你名或者地址嘅收據或者信，一旦被發現，一張告票隨時成為你2、3千蚊㗎。所以喺瑞士咧，人人都係回收達人，紙、玻璃、膠樽、鋁罐，樣樣都係免費回收，分類做得越好，荷包就慳得越多。Follow 我，帶你睇更多你唔知嘅瑞士生活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。